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6月1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创世纪24章第10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传统甲信仰。亚伯拉罕领受到上帝的呼召，得到上帝的祝福。上落尾伫100岁时阵得到一个囝以撒。伫年老的时阵呢，伊就交代伊的真佮意的仆人，转去到伊的故乡5年，去为着以撒伊的囝来娶新妇。但是呢，为什么亚伯拉罕无要互以撒转去故乡呢？这值得咱来思考的代志。牧师伫这段经文的分析3个无同款的焦点，做伙来分享甲思考。第一个是照着迄个传统。早期逐个民族拢有家己的传统，特别是对伫娶亲这项事。相信伫台湾早期娶亲的中间，也有济传统甲限制。过去呢，一定爱挖靠这个人去做都爱门当户对啦我想这大概也是亚伯拉罕想要伫伊的故乡为着伊的囝娶亲的原因吧。过去传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要来摆脱传统。以撒若转去娶亲，这是因的传统。但是伫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内底呢，因的婚姻的传统，亚伯拉罕无爱互以撒转去故乡娶亲，应该就是伫这个传统的下面，会当无受到传统的限制。亚伯拉罕烦恼以撒若转去故乡了后，就会受到传统的控制。第三，较重要是上帝的应允当个伊的仆人来问亚伯拉罕讲：如果查某囡仔无想要缀我转来，我会当带这个以撒倒转去吗？这基本上是正常娶亲的作为啦就去娶转来安尼亚伯拉罕安尼回答啦绝对袂当将我的囝带转去迄个所在。上主天顶的上帝带我离开故乡，我亲族的所在。伊对我咒诅，要将这片的土地赏赐予我的后代。伊一定会派伊的使者升起陪伴，互你会通伫遐为着我的囝来娶某。迄个女子若无愿意缀你来，这个咒诅就甲你无关。但是你绝对袂当将我的囝带转去伫遐。第一个应允之地啦，上帝已经应允将这个土地要赏赐予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咱讲应允之地，所以袂当行回头路。这第一个。第二个，上帝陪伴啦。亚伯拉罕经过迄个献以撒的耶和华以诺这个恩典了后，伊就非常的确信上帝呢的旨意，上帝家己的陪伴。创世纪24章第10节到52节，记载着顺服
的仆人前往5年，为着以撒娶亲的准备甲情形。上帝真正为着以撒准备一个女子，叫做利百加。好像亲像亚伯拉罕所期待的情形同款。圣经安尼记载，因为安尼，迄个人跪落来敬拜上主，伊讲：阿拉上主，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伊遵守着对我主人的承诺，伊将我直接带到我主人亲族的家里来。57讲，列班甲比土利回答：既然这个事是出自上帝的安排，阮阁会当讲啥物呢？利百加伫遮，你会当带走，互伊照上主所讲的，做你主人的新妇。亚伯拉罕的仆人听到这个话，就拍摆伫地上敬拜上帝。传统通常伫一个群体渐渐扩大了后，甚至体制化有历史了后，就渐渐形成一种的文化，称做传统。传统以及文化是会通非常好的，但是嘛会通非常的负面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爱坚持要互以撒转去5年，就是为着要脱离迄个传统的限制。因为伊已经进入伫上帝的应允啊，真可惜，伫福音书的记载中间，咱也看到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因非常坚持犹太教的传统。咱讲传统会当是好的，嘛会通真负面的。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所坚持的，却是成做了信仰的障碍。因不但家己无信，就连遐个追求的人，伊嘛用传统去限制别人。圣经讲，因看见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人用无清气的手食饭，就是无亲像法利赛人安尼先洗手。原来法利赛人甲一般犹太人拢真固守伫这个祖先的传统，若要照着规定先洗手，就无食饭。对街路顶悬买来的物件，若无先洗过嘛毋食。因要求遵守济其他传统的规范。好，亲像洗杯啦、洗鼎啦、洗铜器啦、甲床铺等等的。因此，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就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无遵守咱祖先的传统，竟然用无清气的手食饭？焦点毋是洗手，乃是因所坚持的传统。嘛，因为安尼，耶稣基督就回答因：恁所居守的传统，放弃了上帝的命令。伊阁讲，恁技巧会拒绝上帝的命令，所为着的是要来接受恁的传统。摩西命令恁得爱孝敬父母，又阁规定讲，来软骂父母的，必须爱处死。恁偏偏讲，也是有人将来养饲父母的物件当作国语版，就是献予上帝的供物，因就毋免来养饲父母啊。恁安尼做，等于是摕恁传授予别人的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恁还阁做真侪类似的事。基督的信仰毋是反传统，但是伫传统的优点顶悬，上帝继续活出来上帝的这个
束缚。阿伯拉罕拒绝以撒倒转去伫故乡来5年来娶某的上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伊看重着上帝所赏赐予伊的福分甲新的生命，就好那亲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新酒甲新配拢同款，得要有新的生命，才会当领受新的祝福。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我听上主，因为伊听我的声，听我的恳求，伊暗耳孔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12节到19节。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我着安怎来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前，对上主写我的愿。上主看伊成的子民极其会死，极其毋甘。上主啊，我实在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仆人，你女婢的囝。你已经偷开捆绑我的锁，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要求叫上主的名，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前，伫上主殿的厅内面，伫耶路撒冷，我要对上主写我的愿。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上帝，互阮伫信仰的顶悬，伫信仰团体内底，会当建立良好的信仰文化甲传统。但是求主帮助阮，无互传统来限制掉的，敞开着阮甲上帝、甲人的关系。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